我哋講翻咧，即係我哋澳門個科學館咧，一路由即係籌辦啊，一路喺度即係做緊好多大工程啊，又或者好多嘅展品開始運送過嚟澳門嘅時候咧，喺籌辦過程裏邊咧，有冇啲咩困難咧出現過咧？即係喺你預計當中咧，即係估計唔到嘅，有咁嘅情況出現到。我諗個成個項目嚟講咧，就係喺澳門呢方面咧，就希望係一個所謂叫公司化式營運啦。咁作為一個咁嘅營運嚟講咧，就即係做過呢啲咧，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個人手嗰個控制嚇。咁喺呢方面嚟講咧，就雖然嚟講，喺開頭嘅時候會有一定嘅資源，但係問題就呢個人手方面知道，如果個人手係多嘅話咧，係會對於個長期有個負擔係比較大。咁所以喺一個其中一個嚟到呢度做嘅，即係成個管理層裏邊一個重要嘅考慮嘅問題就係話，我點樣係能夠有效地運用個人手？咁喺呢方面嚟講係其中一個都係一個挑戰，因為咧就希望係用一個比較少嘅人手啦嚇，但係問題就亦都係一個叫主要本地嘅一個團隊啦，係能夠點樣做呢個咁嘅項目啦？咁當然第二個比較大嘅挑戰在於就係話，澳門本身係一個獨立嘅一個行政區嚟嘅。呢個行政區嘅特色嚟講就係話，佢本身佢有佢個邊境關卡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，我哋要做佢好多樣嘢咧，其實就由於澳門本身唔係做開呢樣，咁所以變咗好多嘢都係附近周。